當大家仲喺度猶豫緊2026年究竟係咪最佳入手買樓嘅時機，珠海已經誕生咗一個非常之有安全感嘅新樓盤。拱北關口、青茂關口、橫琴口岸、港珠澳大橋關口同埋跨境工業區5大關口嘅核心地段，15萬首期上車就可以每月最高享受5000蚊嘅租金補貼。樓盤嘅會員格局究竟點樣呢？今日帶大家一齊去睇睇。嗱，依家俾大家睇嘅呢一套呢，就係64平方米嘅3房精裝修交樓，尺數呢係有689尺嘅，租金補貼呢係可以享受到每個月有5000蚊，直到交樓為止。呢個項目距離拱北關口同埋青茂關口都係步行幾百米，所以交通嚟講呢，可以話唔需要交通啊。過關澳門非常之方便，而且呢，拱北已經有10幾年未出新盤啦。依家呢個樓盤可以講話係成個拱北片區最新嘅樓盤，精裝修交付，而且交付嘅標準呢係非常之好噶。嚟到現場，我哋可以睇到樣板間呢有好多細節嘅交付標準都會展現到俾大家睇。咁呢一個呢，就係3房。我哋最細嘅單位呢係有1房2房，呢個呢係最大嘅3房。行路過關呢非常之方便，最緊要係拱北關口附近已經有10幾年冇新樓盤啦，所以好多喺澳門或者香港返工嘅朋友喺拱北關口呢一邊住，想要住新少少，唯有過咗關之後坐車或者打車去到附近嘅新項目。咁住喺呢一度嘅情況之下呢，時間同埋交通成本，包括生活成本都會大大降低。咁點解呢個樓盤可以做到咁着數呢？不妨幫我視頻點個 like， 加個微信，發啲資料俾你睇下啦。